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首相当初是要相识，不过即阵伊讲要继续做看守首相，廖亚拢讲伊唔甘宽慰。罗西亚总统又个放掉，经过欧美国家卖帮助乌克兰，普提个呛声讲，罗西亚军队其实也未真正开始行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全球拢总唔甘的这个消息，上友好的这台湾，咱讲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调情不幸过身。安倍晋三本来伫咧关西地区哪啦，要为着这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候选人来助选，所以嫌犯金麒麟用改造手枪来开几啊枪。安倍晋三规人倒伫咧涂骹，已经无性命这个现象。咱看到讲救护车、直升机是合力运送抢救，现场都掠到这个嫌犯。有影吼，大家拢真正唔讲吼。今日咱讲到哈中 talk 热区对话，首先要来邀请第一位来宾是日本政治经济观察家Jo Fukuzawa，伊即阵就伫日本参加一寡会议，下晡时阵伊接受咱的这个访问，伫日本有第一手的观察。要请教Jo上哦，即回咱讲安倍晋三近期里被开枪，嫌犯是对安倍晋三非常不满，这件大意外会当反映日本什么款的社会现象呢？动机目前呢，即马警察搁咧调查，所以咱嘛唔知影。但是咧，咱爱了解一点，就是讲，日本即马规个社会吼，伊其实是一个足浮动的一个社会，是安怎讲咧？因为咱大家拢讲，哎呀，迄落日票吼，日票愈来愈薄吼，啊，咱台湾咱就通来去佚佗吼，啊，毋通咱大家毋通袂记一件代志吼。日票愈来愈薄的时阵，当即个日本的物价愈来愈悬的时阵，上苦的其实就是咱住在这日本的这个，甚至讲日本人。啊，对因来讲，有当时啊一寡学生啊啦，啊一寡咱来讲的种社会上基层的即群人，因到底因有受到咱算讲政府的保庇、政府的保护无？唔知影，啊唔知影，所以讲你怎么看咱这个凶手吼？这个凶手咱有做山上彻也吼，那山上彻也即马40岁，啊伊之前佫捌做过咱迄个算海上自卫队，其实伊就是咱。相当于咱讲的海军安尼嘛吼，啊，你像我嘛，伊做几档的2、3档的即个兵啊了后，啊，伊就要转来这社会，啊，因为对日本人来讲吼，你有做过做过自卫队吼，对来讲就感觉啊，你就是拢找无头路啦，啊，你较通去，你较会去做这样代志，所以即个人，即马即个动机到底是政治动机啊，还是讲完全就是因为伊安尼为经济所困，所以讲唔知影要安怎的时阵，才做这样代志。咱目前真正唔知影，但是咧，我会当讲一件代志，就讲我感觉吼，因为日本即马足浮动的即个社会哦，看这件代志，你会使讲看到足不忍心的，但是咧，嘛感觉讲啊，这个代志应该嘛是早晚会发生。是。感谢赵上这分析，日本即阵生活哈是讲社会真正无介稳定，不是个这嫌犯动机也等待调查。今仔日热区对话要继续来讨论安倍晋三被近期里开枪不幸过往，可能真正对日本社会产生真大的影响。今日来到咱新闻现场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锡坤，所长你好。你好。有影吼，咱看到讲第一个时间，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有影真唔甘，伊讲到吼，这个目屎险险练出来。第一时间伊嘛取消行程，就登机到东京，毕竟对这个咱讲日本国内。国外拢的这个政局，咱讲会产生一个变化。老师安怎看咧？因为日本啊发生这个代志，大家先想嘛想袂到，因为咱想讲日本有一个足安全的所在，而且咱讲这个安倍啊，伊做人也算袂歹，伊嘛做足久的，啊，那讲一个去选举，去迄种庆杀，伊就而且就讲今仔日过身哩。那日本当然嘛爱想讲，咱这个国家发生这个代志。啊，咱即马过来要选举，啊，外口人是安尼甲咱看。是有影吼，所以咱嘛讲到这个安倍晋三啦吼，一个被枪杀了后，这个咱讲岸田文雄啦吼，一个手就登去到东京城来坐镇，因两个算是马即马啦吼。老师咱看因两个啦吼，尤其咱讲伊退任了后，这个咱讲安倍晋三也是帮忙岸田文雄真侪哦。哦，迄足侪啦，咱讲旧年啦，旧年即马的首相伊要选首相的时阵啦，其实迄时就差不多。安尼3个啦4个要出来选，选到了后，安倍伊个人一个查囡仔来讲，伊我安尼吼，咱若选到上第2摊的时阵，我来甲伊斗3工，所以伊即马会使做首相，其实是安倍甲斗3工，若无安倍斗3工，伊可能互输另外一个人啦。当然啦，咱讲因两个本来拢是迄个自民党的，虽然讲党派了无共，但是咧，即马即个首相咧。
伊所做的什么经济啦、外交啦，对台湾根本就是拢甲安倍差不多啦。所以咱就看到讲，这个岸田文雄其实是咧行安倍晋三这个路啦吼。那么讲到这个安倍晋三，其实庆杀过身，伊的阿公哦，岸信介吼，那不输客吼，其实。进前嘛是前日本的这个首相嘛是被刺杀吼，安怎看吼？这个咱讲安倍晋三伊一家三代吼，拢是做过这个首相，啊，另外这回这个刺杀，又搁对吼规个咱讲政治家族啊，代表什么款的这个日本社会一个反应咧，老师？啊，当然啦，咱看这个安倍啊，因兜的人根本安怎讲，就是拢做政治嘛。其实因兜的人拢袂歹，拢做得足好的，毋是讲就是安尼啊，清清彩彩做。所以咧，细汉的时阵啊，安倍就互因阿爸甲栽培，栽培啦。虽然讲因嘛捌以前人嘛捌迄落捌像这种庆祝的代志，但是迄个时阵甲这个时阵无啥共，因为迄个时阵算讲战后也无偌久，咱知影。1945年的时阵啊，日本都无条件投降，所以差不多60年、50年的时阵呢，迄个都无讲真安定。那因咧想讲，这么是毋是爱靠美国来甲咱保护？啊，但是咧，迄阵因咧做首相嘛，啊，你讲要叫美国甲咱保护，因的人民会袂爽啊。为什么咱国家叫别人来甲咱保护咧？所以迄时本来就讲无真安定。但是即摆日本的社会啦，日本的经济啦。啊，算比再来讲足安定，因为咱看嘛，今安倍迄种庆杀的所在，啊，伊就选举尔，一个退任的首相，啊，就去选举嘛，是徛路边安尼选举，伊嘛徛啊格格安尼所以就讲，哪会发生代志？甲当初的时间，迄个背景吼，了啊无啥共。有影。咱嘛讲到吼，这个7月初10就是因参与伊这选举，咱嘛看到这个时阵可能真正受到这回庆杀案这个影响，老师安怎看咧？哦，这影响足大，因为咱这边的选举啊，其实上大的问题就是讲迄个物资啦，啊物资一直起嘛，啊物资一直起，咱当然讲，因为迄个俄罗斯嘛，啊无代志去共拍迄个乌克兰，啊拍一个乌克兰的石油啦，迄个麦啊，迄个米粉啊，米粉啊，啊拢一直起啦，所以因的人民啦，那么大家会使了解，虽然说会使了解。但是物资一直起，总是有一个迄个什么限度啊。这个限度，搁有这个庆杀了，可能后日要投票的时阵啊，迄个方向就迄转过讲啊，哪会发生这个代志？物资算小可代志尔。是，有影，咱头拄有讲到吼，这个安倍晋三这回庆杀案，其实对日本的这政局非常有影响，但是对台湾的其实影响更较深。尤其咱讲到安倍晋三，互人叫做是。对台湾上届友善的日本首相，而且咧嘛访问过咱台湾几落届，甲前总统李登辉关系有够好的好，而且几落届有影挺台湾这个发言，落任了后，伊嘛讲到台湾若准讲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一直咧深化台湾的这个日本吼这个关系。本地咱台湾民间团体要约伊伫咧8月参加咱的这个成立大会吼，特别来台湾访问啊，不幸过往，咱台湾人嘛非常的唔甘，做伙来看。この困難な時、私たち日本人は古くからの友人である台湾の皆さんと共にあります。亲信用笔写台湾加油。安倍晋三2018年担任首相的时阵，特别录制影片为台湾地动祈福，互人讲是上友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毋但真侪届来台湾访问，国甲前总统李登辉关系真好，也真侪届替台湾参加 WHA 讲话。台湾が残念ながら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ができていない、これは私テドロス事務局長にも直接申し上げ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して。伫台湾往来叫中国禁止进口的时阵，安倍嘛捌伫面册大挺台湾往来的相片，面上有温暖的笑容，正支持台湾农产品。有一些农场危机的时候，安倍呢都是我们最重要的采购者。那不管是屏东的凤梨、芒果。安倍卸任了后，一直深化台日关系。2021年底伫演讲中，呼吁台湾有代志，等于日本有代志，也引起国际关心。今年3月，伫俄乌战争发生的时阵，也甲总统蔡英文示信，再一次声明挺台湾的立场。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ある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が、これは私の危機感の表明でもありました。安倍甲台湾关系良好，卸任的时阵就访台意愿，因为身体因素甲疫情造成计划延误。由民间人士所筹办的安倍晋三之友会，前外交部长、现任远景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担任创会会长。原定8月成立大会，安倍可能会亲身来台湾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有影看到这个总统蔡英文发表讲话注入大赛，谢中立嘛表示第一时间透过电话向家属来表达关切，并且来慰问。其实伊嘛透露讲，前一礼拜伊和这个安倍晋三这个见面，要邀请伊来访问台湾哦。无想到讲伊见到伊上尾一面啊继续要来请教所长，咱讲安倍晋三一直甲台湾是真友好的这个关系，这回啦有人讲甲日本和咱台湾可能会真正嘛受到冲击，你敢安尼看咧？我看因冲突应当无讲遐大啦，免怎讲咧？因为基本上安倍想要做代志，拢已经做出来，而且这变成因一个日本国家的迄个政策啊。咱讲像拄则迄个电视有讲的啦。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日本有代志，就是日本甲美国迄个有代志。这是因去年2届啦。第一届时阵我有去听，我有现场听着讲，伊有去听着讲，所以我更加录起来。第二摆的时候，伊是甲咱迄个蔡总统嘛，伫迄个台北的饭店，伊嘛是视讯安尼去讲的。所以讲，虽然讲咱一个高人啦，刘啊先讲去年嘛，去年咱迄个李前总统嘛是往生，因为日本人对李前总统是足介意啦。所有台湾人内底因可能上介意就是李前总统。对咱来讲，日本人较济啦，12000差不多600万人，咱可能昨仔感觉啦，咱上介意就是迄个安倍即个人，就讲一个高人，对咱嘛是讲足好的吼，足好的人安尼向无伊，向无伊的话，当然是嘛感觉会抗议啊。虽然讲会抗议的话，日本对咱台湾迄个政策啦，应当无啥会改变，因为咱台湾嘛足重要啊，毋是讲干那咱靠讲你台对我好，对我安怎？咱都真正都袂歹吼，而且咱台湾多伫迄个东海甲南海，东海、台湾、南海，日本嘛足重要啊，毋是讲干那都对咱好安尼尔，这可能爱搁另外想一下。有影，不过咱嘛讲到这个伊的这个弟弟或者是岸信夫啦伊即阵是做这个国防的这个真重的这个部长的这个位，咱讲到这个国防的这个位，伊可能嘛是延续着阿兄安倍晋三这个意志不过伊的健康是毋是嘛出现一个状况规个家族真正拢拄着一寡代志。因这个都最近看伊身体是确实是无，伊是做了袂歹，真正袂歹。毋过我看伊最近出来拢会举拐啦，也是讲搁一摆坐轮椅啊，伊是真正是身体无好，毋是讲伊做了安怎，伊做代志这绝对无问题。你讲因家族来讲咧，是安倍啦，伊个胃肠啦，伊个胃肠都足久的啊，自己早就足久的。顶边伊失智原因来讲，我的胃肠无好，这个医袂好，介安尼。你讲因家族就看起来是因即两个，其他是较无听到。有影，所以咱讲伫咧国防这方面，可能嘛是延续进前日本对台湾这政策。不过个嘛有一个阴谋论，就是中国这个部分老师，你敢会安尼认为？但是你若讲即边的迄个暗杀是中国，我是感觉较无可能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伊到后日就要选举啊，安倍伊就落台嘛，差不多2年外嘛。你若讲要甲枪杀，早就甲枪杀掉，哪会甲讲囥到即马是？而且你即马甲枪杀的时阵，凡是会影响到因的选举啊。本来伊即马就物资一直起，人对迄个即马的政府就了无啥欢喜。一直起，我会挡袂牢。希望即个枪一开落了，人可能就该袂记了。所以你若讲中国去甲枪杀，万不得过啦。伊若迄样掠出来，真正是中国，伊民主会囥伫倒去。真正是国际这个大影响安尼会对着这个规个这个印太，咱讲策略也好，会造成任何布局上的这个困难无？还是讲有任何调整无？这应当是因日本的路，因为其实咱爱知呢，这个印太这个概念迄是安倍伊提出来哦。一般咱会讲这个美国啦，美国就讲什么日本啦，什么迄个东南亚国家啦，拢爱揽落。其实这是迄个安倍就提出来哦。是，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其实这个影响啦未来这条路，安倍晋三意志可能会继续延续落去。非常感谢所长。所以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英国首相 Johnson 辞掉这个保守党的这个党主席，但是表示讲伊要留任，甲这个9月新主席选出来为止哦。那安尼，咱讲到真济咱讲同党的人拢反对伊批评伊应该随来落台，唔通搁继续来对着这个权威搁高甜而且嘛真济位这个想要来抢这个首相的位，包含咱讲卫生大臣、财政大臣，拢是可能接班的人选。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英国伫2天内陆续有将近60个政府官员请辞，首相强生总算挡袂牢政人翻倍的压力，辞掉保守党党魁职务。不过，伊表示会继续留任首相，一直到9月新党魁选出来为止。对这种的讲法，包括党内同志甲反对党在内，真侪人无认同。He needs to go completely. None of this nonsense about clinging on for a few months. He's inflicted lies, fraud, and chaos in the country. And, we're stuck with a government which isn't functioning in the middle of a cost of living crisis. 国际对强生雄雄施治反应无共。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强调会继续甲英国政府密切合作，闪开强生是安怎落台的家有话题。Ou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continues to be strong. Ou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endure. None of that change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俄罗强生是乌克兰真正的朋友，因为强生捌2届来基辅访问，佮提供2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跟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克林姆林宫是抓到机会敲死强生，表示伊无介意阮，阮嘛无介意伊，希望英国有一个较专业的人来领导。I do believe that he concentrated too much on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Ukraine, certainly, and he left behind very much country, people, state of economics, and this what has brought this outcome. 伫保守党定出党魁竞选时间表进前，有意参选的已经开始偷偷运作。对于台湾友好的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将来先伫媒体公布表明有意竞选首相的大位。其他有意参选议员的包括检察总长布瑞佛曼、加前脱劳部长贝克、前卫生大臣贾维德、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外交大臣特拉斯等人，也方看好可能是接班的人选。保守党国会议员会透过真侪个表决，一步一步拍掉参选者，到尾才由党员投票，为上尾2个人选选出新党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英国这个政坛未来，咱会继续关心。所以要看到讲，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这个战火是还未结束。罗西亚总统普京拜四的时阵又搁放掉，讲因罗西亚咧真正行动是还未开始，也讲咧欧美国家，你若是想要伫战场头顶。甲因拍败，可能就要比一个关价，有影真正呛声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西方国家的这制裁，确实对罗西亚有造成影响哦。不过，罗西亚是讲将来都唔捌拒绝和平的谈判，也强调乌克兰若是继续拖落去，谈判会愈来愈困难。俄乌战争第5个月，俄军无收手的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切切会见议会领导人的时阵，佮批评西方国家对俄国歹情情，做种敌对行动，同时警告想要拍败俄国，按照试看卖。Сегодня мы слышим, что нас хотят победить на поле боя. Ну, что здесь скажешь? Пусть попробуют. 普京搁伫会议当中表示，西方国家制裁无法度分裂俄罗斯，不过伊无否认制裁确实对俄国造成一寡影响。说起普京，伊搁表示，经过外界，俄国也无真正开始行动。Но все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мы-то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всерьез пока еще ничего и не начинали. 英国卫报认为，这是普京即马发出上不祥的警告之一。不过，伊同时佫讲，俄国无拒绝和平谈判，只是拿对方拖延，谈判难度会佫愈来愈悬。面对俄国的讲法，乌克兰回应西方并无倡导，是俄国家己派兵入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见来访问的2名美国参议员的时阵，佫要求美国提供更加侪防空武器，互学生囡仔用伫9月安心回学校。伫这同时，俄军继续发动攻势，切切佫攻击第2大城哈尔科夫，地数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新闻上尾，带大家做回来观念，对台湾上友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